到新闻的现场，今日是中秋，大家拢真关心，到底敢会当顺时来赏月，来关心天气变化，来看到伫咧菲律宾东边海边的热带性低气压，有可能变做今年第16号风台基白。因为现此时离咱台湾也有一段路，按算未影响到连假的天气，大部分的民众拢会当顺时伫咧下暗欣赏到中秋暝月娘光夜夜。不过，这个天文馆嘛讲到，今年中秋月圆，因为是我地球上界远的所在，是26年来上界细的中秋月圆。用目睭一个看，和过去上界大比起来，差差不多减13%，看起来亲像是银角啊5块银变1块银。看天顶云过月，中秋节就是要欣赏这个满满的圆月。不过今年的中秋圆月是伫咧9月14，也就是中秋节过长天寄望日。因为这时的月娘甲地球离上远，所以是26年来所看到上细的这个中秋圆月。若是用目睭直接看，上大的圆月甲上细差别13%。月亮在满月的时候呢，又遇到了它刚好经过地球绕地球轨道的原地点。如果用硬币来比喻的话呢，大概就是5块钱跟1块钱硬币这样子的差别。虽然讲今年的圆月有较细粒，不过中秋连假的天气受到太平洋高气压的影响，天气有较稳定。各地赏月能见度的指数，北部地区是济云，有时也小可阵雨，可能会当伫咧云棚看到月下云、月呈绫罗芳丝群的景致。也若中部地区是好天气，这个赏月指数有4粒星。南部甲花东地区伫落雨了后，会当看到月娘。也若目前伫咧菲律宾东边海面的热带低气压，因为离台湾阁真远，估计对连假天气的影响真细。也若伊预测的路线嘛已经出来了，有小可偏来偏去。专家推测讲，伊挖进台湾的时间嘛会延后。它这种迂回摇摆的这种路径就导致说，它往台湾的东边靠近的速度会比较慢。大概礼拜天之前这段时间，其实它对我们都没有太直接的影响。小连续3天的中秋连假，唔惊风台来搅吵，民众计划航码佚佗，就要把握时间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